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0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12天。前线共发生223次战斗，其中最热的还是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一共发生87次战斗。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数百名俄罗斯士兵已在波克罗夫斯克以北的东部战线被分割包围很多天。乌军并不急于进攻，大概是想减少自身的伤亡，正在围困他们，也或许是利用他们当诱饵，吸引俄军来救援，围点打援。昨天咱们也说过了，如果乌军能够成功封闭大包围圈，并歼灭这支部队，那么乌军将创造开战以来歼灭俄军人数最多的一个记录。根据媒体报道，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多布罗比亚，这个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派出了一支秘密部队，这支秘密部队就是来自第二国际军团的巴西雇佣兵。谢尔斯基派出巴西雇佣军专门负责消灭试图突破多布罗比利亚的防线的这个被困的俄军。这些雇佣军在顿涅茨克的激烈保卫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乌军正在利用这些经验丰富的雇佣军清除被困的俄军残余部队。他们悄悄包围了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俄罗斯军队，并将其逐一消灭。该部队是在无人机支援下进行的高度机动步兵，为乌克兰指挥官提供了一支能够快速应对威胁的灵活力量，同时发动突袭，扰乱已经遭受巨大损失的俄军。那大家肯定好奇，那怎么还有巴西的雇佣军？感觉巴西的卢拉好像跟俄罗斯眉来眼去的，打得热闹，什么全球南方国家。实际上，虽然卢拉跟普京眉来眼去的暗送秋波，但是这个民间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巴西是乌克兰侨民的家园，大概有60万人，其中许多人居住在巴拉纳州。对一些人来说，文化根源是他们加入乌克兰军队的动力，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信念或愤慨驱使他们加入乌军。其中许多人是巴西军队或督察部队的老兵，拥有战术、侦察和城市作战方面的专业技能，也就是在巴西的这些乌克兰裔的这些退役军人，他们又返回乌克兰参加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战场上，这支来自巴西的第二军团的雇佣兵向乌军展示了他们的作战素养和战术这个训练，展示了他们如何在丛林中磨练出来的技能，并将其无缝迁移到乌克兰争议森林和村庄。根据很多视频显示，他们在执行侦察任务时悄悄穿过茂密的林地，运用他们与生俱来的隐蔽移动、有效伪装和伏击的能力。这些技能使他们能够突袭俄军、俘虏俄军，或在威胁到更大规模的乌军之前将他们消灭。他们的精准打击降低了乌军其他部队的风险，并加快清除敌方阵地的速度。作战以来，第二国际军团的巴西雇佣军的实力已经被大量的公开视频所证实。很多黄俄天天叫嚣的就是乌克兰人打没了，乌克兰没有兵源了，这就叫刻舟求剑了。只要美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只要乌克兰的经费不断，就不愁没有人去打仗。这是第二个，乌克兰毕竟是反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在乌克兰参战，这是正义的，不仅能赚到钱，而且还是维护这个正义，何乐而不为？所以说，很多这些其他国家的退伍老兵，他们就找到了自己的叫第二春，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叫唤醒了第二次生命，有了用武之地。根据战争研究所在最新的战争地图中证实了乌军的战报。战争研究所说，最近1个月，俄军在顿涅茨克方向伤亡急剧增加，不仅没有取得任何领土收益，反而丢失了不少阵地。截至周四，不到1个月时间，乌军在顿涅茨克至少解放7个定居点，还有9个俄军控制的定居点处于乌克兰军队的反包围之中。
成为俄军的绞肉机。在这个苏梅州前线，昨天乌军攻击阿列克谢耶夫卡，并包围大量的俄军。由于左翼的一支俄军部队在基德拉季夫卡北部的一个湖边留下数十具尸体，败退，导致俄军第810海步旅等多个部队遭包围。乌军第225突击独立团等乌军部队猛攻被围的俄军第810海步旅。俄罗斯军事博主称，苏梅地区阿列克谢耶夫卡局势正在急剧的恶化，官方称之为遭到战术合围，但前线部队的实际处境更接近全面溃败。在这个卡索菲亚尔前线，昨天乌军第24旅出动 T72 坦克配合步兵收复失地，坦克打头阵，身上还有无人机掩护和指引。波克罗夫斯克前线，海马斯出手并精准命中俄军摩托车突击队。9月19号，乌军的一支敌后的武工队叫抵抗运动组织，他们将俄军的这个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叫布克照片和坐标传递给了乌军。乌军随后出动战斗机摧毁了该系统。乌特种部队于18日晚袭击了俄第810海军陆战旅在库尔斯克的后勤枢纽，俄弹药库、物资储存基地、武器和军事装备隐藏点被摧毁。泽伦斯基说，乌克兰将会坚决继续对占领军本土远程打击，在顿涅茨克前线发动反攻。虽然俄乌冲突，占领军不断补充消耗的资源，为了一寸别人的土地，不惜用士兵的尸体铺路，但不仅没有击垮乌克兰抵抗军的阵地，现在反而遭到强有力的反击，体现了乌克兰强大的韧性和意志。这个欧洲媒体报道说，普京消耗了25万的兵力，就是这么多人送命，他最精锐的部队和数千亿美元才夺取了顿巴斯的几个城镇。如今普京面临着武装起来的敌对乌克兰、崩溃的经济以及对石油的依赖，他的特别军事行动却建立起来了大片的坟场。无论前线局势如何，欧洲切断了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供应，实行贸易禁运，并重新武装了乌克兰。北约逐渐扩大，吸纳了芬兰和瑞典。普京耗费上百万的士兵，却让欧洲开始建立起针对他的全面的军事系统。俄罗斯耗尽了最优秀的干部和装备，重建将耗费数年时间和难以计算的金钱。俄国内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工厂里生产着炮弹和导弹，而世界却在投资人工智能和微芯片。石油和火炮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不能保证未来。这些当然都是能看得见的普京的损失，但是欧洲你不能用普京的眼光来观察这一切。从我们的眼光来看，那俄罗斯真的是活在中世纪，醉心于打仗，去占领人家领土，把钱、这个资源、把精力、把无数大好的生命都花在这上面。但是有些国家，哪怕是印度，都悄摸摸的在搞人工智能，在搞什么大模型，就不要说美国还有其他国家了。俄罗斯再这么搞下去，连印度的后背都看不见了，连印度的尾灯都看不见了。印度过去是热衷醉心于购买俄式武器，但是我想啊，恐怕要不了多少年，人印度恐怕就不从俄罗斯买武器了，保不齐说俄罗斯要从印度买武器。迪宝老人领导下的俄罗斯全面落后于世界，无论是技术上面还是其他的政治上，最主要的是他的思想落伍，跟世界主流格格不入。俄乌双方不仅在前线打得火热，那么互相轰炸呀，一刻都没有松懈啊。9月20日夜间，乌军第14独立无人机团与其他部队合作，打击了新库比雪夫斯克和萨拉托夫炼油厂。这两处设施对于向俄罗斯人提供燃料和润滑油都具有战略意义。我记得这个叫萨拉托夫炼油厂，好像这几天一直在挨炸，就没消停。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
生产各种石油产品，包括汽油、柴油和燃料油，其年加工能力约880万吨原油。该工厂位于俄萨马拉地区，距离乌克兰国界1000公里。萨拉托夫炼油厂生产汽油、柴油和燃料油等20多种产品，原油年产量约720万吨，距离乌克兰国界600公里。两家炼油厂均发生爆炸和火灾，据说爆炸是此起彼伏，但是打击的具体后果尚待查明。乌克兰总参谋部说乌军无人机打击了萨马拉县线性生产调度站，该站负责形成乌拉尔出口石油，占俄罗斯全部出口的50%。也就是乌军的无人机不仅打那些炼油厂，还打那些输气管道，还有石油管道以及调度站、加压站。乌克兰空军用米格29战斗机使用法国的铁锤制导炸弹，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地区临时占领区的一座炼油厂。该炼油厂内设有俄罗斯步兵基地和弹药库。这个不是无人机轰炸，这个就是直接用米格29扔一颗法国的这个锤子制导炸弹，500公斤，直接把这个炼油厂夷为平地。金融时报报道，他说乌克兰持续空袭俄罗斯本土，目标包括罗斯托夫、萨拉托夫等地的军事设施和炼油厂。罗斯托夫军火库爆炸起火，萨拉托夫炼油厂再次受袭，比尔格莱德军工企业仓库被毁。频繁的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燃料短缺加剧，汽油价格飙升，多个地区供应中断，弹药供应受限，严重影响俄军后勤和经济。这个俄罗斯的各大电视台也对乌克兰加强无人机袭击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发出警告。截至9月20日，已记录到15轮袭击。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炼油厂这个大规模袭击已经是第15轮，已经超过8月份的总数，也就是乌军在8月份尝到了甜头，9月份加大打击力度。俄罗斯各地的炼油厂、燃料库和泵站持续遭受攻击。报道指出，燃料短缺日益严重，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口也受到干扰。乌军坚持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这些炼油厂、输气管道还有石油管道，量变到质变。9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用40枚导弹和约58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一夜的袭击。报道称，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尼古拉耶夫州、切尔尼戈夫州等遭到空袭。俄军袭击目标包括基础设施、居民区和企业。第聂伯市一栋高楼建筑被携带集束弹药的导弹击中。截至20日9时，乌军确认击落和拦截552架无人机和31枚导弹。俄乌双方无论是战线上面还是互相轰炸，那都是拳拳到肉，越来越惨烈。现在看谁扛不住。我们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泽连斯基说，他说乌克兰将对外出口武器，以赚钱与俄罗斯作战。乌克兰很快将开始对外出口武器。泽连斯基解释说目前只会出售某些类型的武器，这将有助于弥补预算赤字，并通过获得的资金增加前线无人机的生产。泽连斯基提到乌克兰拥有包括海上无人机和反坦克武器在内的大量多余武器。这个乌克兰居然现在某些武器开始富裕了，还要出口装外汇，然后再弥补其他的武器不足。可见这个乌克兰是越打越强。乌克兰国防工业有3大优势，首先是为自己的军队提供武器，第二优先是充实自己的军火库，第三才是有控制的出口。2周内，政府将推出3种新的乌克兰武器的出口平台，第一种将用于向美国出口，第二种面向欧洲合作伙伴，第三种将覆盖基辅在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合作伙伴。乌克兰的武器已在实战中被证实卓有成效，这外国伙伴对采购乌克兰武器感兴趣。这就叫不看广告看疗效。你也不用看那些国家卖军火那都是吹，有没有实战嘛？那乌克兰人家是实战，天天都在上演，你可以去看各种视频，打击效果，这是最好的广告。我看有媒体报道说，巴基斯坦在继去年
援助乌克兰12万发155毫米炮弹的基础上，又通过波兰口岸援助乌克兰18万发榴弹炮弹。说乌克兰确认了这条消息，并对巴基斯坦表示感谢。这个155毫米的炮弹，乌克兰还是比较缺的。巴基斯坦卖武器给乌克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知道巴基斯坦跟印度两人是天敌世仇，而这个俄罗斯跟印度是眉来眼去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巴基斯坦肯定对俄罗斯的意见是很大呀，所以他卖武器给乌克兰，那这就顺理成章，既出了一口恶气，又把钱赚了，不寒碜，对吧？这是真正的一箭双雕。意大利将向乌克兰转让400辆 M113 装甲运兵车。这个意大利人正将这些装甲运兵车从仓库和储存地点送往维修站进行最后的维修保养，再送往乌克兰。这么看，意大利似乎也在加大援助这个乌克兰的力度。大家还记得摩尔多瓦德佐地区，也就是德涅斯特河左岸，好长时间没人提了，因为那个地方还有俄军驻扎在那儿，那儿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俄军的一个弹药库，据说是欧洲最大弹药库。有波兰媒体报道说，罗马尼亚可能在9月28日摩尔多瓦议会选举后，向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派遣部队。这个前不久，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摩尔多瓦总统3度针对德涅斯特河左岸这个军事行动达成协议。大家也知道，一旦英国人去那儿，那一定是有所动作。现在据说又有新的信号证实局势可能升级。首先，一个驻扎在边境附近的罗马尼亚部队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特别是福克沙尼的第8作战战术导弹旅和布洛伊拉的第10多瑙河工兵旅。媒体报道，对德佐地区的干预可能由装备海马斯火箭炮的第8作战战术导弹旅执行，而乌克兰的军队也可能发动攻击。德佐地区拥有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摩尔多瓦火力发电站、杜博萨里水电站、多家工厂以及最大的科尔巴斯纳弹药库。虽然库存弹药的实际状况存疑，但夺取该地区的能源资产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当局的关键目标之一。最主要是打击俄罗斯的气焰了，所以接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德佐地区恐怕就要出状况。针对俄罗斯的战斗机进入爱沙尼亚领空12分钟，昨天咱们节目说了，马克龙说进入爱沙尼亚的俄军战斗机是新的挑衅。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北约和欧盟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他谴责俄罗斯战斗机进入爱沙尼亚领空是一个挑衅的新阶段。也就是北约和欧洲能动手就不要吵吵，赶紧行动起来。这个战争研究所他说，克里姆林宫正在针对芬兰开展协调一致的宣传活动，俄罗斯在为入侵芬兰进行铺垫，说克里姆林宫在对芬兰进行宣传，这种宣传与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的这个言论呢如出一辙，又要重演。其目标是诋毁芬兰政府，并描绘出芬兰内部不稳定的景象。9月18日，多名俄罗斯官员发表声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声称，芬兰已经失去了中立的光彩，并处于复仇主义状态。普京特使伊万诺夫则宣称，由于加入北约，俄罗斯与赫尔辛基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后，19日，3架携带导弹的米格31战斗机入侵爱沙尼亚领空12分钟。随后不久，又有2架俄罗斯战斗机低空飞越波兰在波罗的海石油天然气开采平台，低空飞行侵犯了平台的安全区。波兰武装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进入9月之后的俄罗斯，突然更加具有攻击性，不得不让人怀疑。俄罗斯普京是否得到了什么承诺，才会突然之间四处挑衅，意欲挑起更大规模的冲突？关于这个普京，特朗普的这个乌克兰特使凯洛格他有评价。每日电讯报报道，他说，特朗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表示，普京是克格勃特工，而且一直是。普京并不懂西方，还假装不懂英语。普京让我想起了希特勒。
当初希特勒只想要苏台德地区，然后我们不得不参加二战。这个克洛格称特朗普的红色按钮比其他人的按钮更大。这个普京不是喜欢盘他那个核按钮吗？凯洛格说我们特朗普那个核按钮比谁的都大，全世界最大的核按钮，包浆也是最厚。你普京那个核按钮还是小了一点，包浆也还是差点意思。这个凯洛格说特朗普的红色按钮更大，效果也更好。他说普京仍然是个现实主义者，如果我们加大赌注，他就会退缩。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也就是你跟普京的斗嘴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讲道理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只能靠实力说话。普京只能听得懂大炮的声音。这个凯洛格认为，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事件并非意外，是对西方反应的试探，类似行动都应该被视为试探。如果乌克兰投降，克里姆林宫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北约。历史总是在重演，就像1938年的希特勒一样，普京的要求越来越多，现在必须阻止他。说凯洛格对普京的认识，对俄罗斯的认识，至少要比特朗普，比什么卢比奥，比什么豪克塞斯，比什么万斯那要全面的多，客观的多。可惜的是，凯洛格恐怕在特朗普那儿这重要性，或者叫什么对特朗普的影响力，这要打个大问号。这个凯洛格还说，普京是邪恶的，只有武力才能阻止他。你看他这个认识就比特朗普就更深一层了。根据凯洛格的说法，他说特朗普在私下对普京的态度比在公开场合严厉得多。这个凯洛格还说，他说特朗普以为私人关系可能会有帮助，但普京只是在利用他。凯洛格表示，未来美俄关系的改善必须是后普京时代，在重新加入友好国家联盟之前，他仍然是一个弃儿。我觉得这个说的都是很有道理的。只要普京在台上，就别想跟美西方搞好关系，要想跟美西方恢复关系，恐怕那就得普京下台，俄罗斯要改头换面。但被问及如果俄罗斯占领乌克兰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凯洛格说绝对会，你必须把普京和俄罗斯看作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他想重建帝国，你看一看历史就知道了，得寸进尺必有一损俱损。这让我想起了二战。他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押韵。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必须阻止他。凯洛格还敦促乌克兰对占领的领土采取长远眼光，因为事实上并不意味着法律上的，有时候短期现实与你的目标不符，但你现在可能不得不承认被占领土，但从长远来看，它是可以收复的，要打持久战。我感觉凯洛格脑子也是一时清醒一时糊涂。他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的时候，这说的基本上就非常客观务实。我记得他在什么欧洲什么峰会上，凯洛格说某个大国只要切断对俄罗斯的什么贸易，俄罗斯第二天就停战了，大概这意思。我把这原话忘了。凯洛格说这样的话，显然他受特朗普的影响太深。不能否认，大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贸易肯定对俄罗斯有所帮助，但那绝对不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叫决定性因素。只有武力才能阻止普京，这个才是叫王道，才是根本。普京你只能把他打服，你跟他谈是没有什么用的。俄罗斯的边境好像一共是10几个国家，你总不能把所有的10几个国家都给他制裁了。中亚那些国家，对吧，都在给俄罗斯当这个白手套，连格鲁吉亚也没少干，因为这个时候都大发战争财，都要发财，都要赚钱。格鲁吉亚从欧洲整集装箱的进口那些什么奔驰、宝马的零部件，就直接就送到俄罗斯，这不都是在做转口贸易吗？大家都心知肚明。9月20号，这乌克兰的前总统叫维克托·尤先科他居然放了一炮。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居然呼吁乌克兰人不要停留在1991年的边界线，要向莫斯科进军。尤先科说，我们对胜利的定义不同，有人说让接触线保持原样，感谢上帝，但我不这样想。他表示，
乌克兰必须成为欧洲的防弹背心，比欧洲国家自己的军队更能保护乌克兰。因为前不久这个泽连斯基好像说过啊，那意思就是实在不行，咱们就按朝鲜模式停火不停战，就这么搁在那儿。但是好像最近泽连斯基又否认了，他说我们不能浪费时间等待明确的战争结束协议，我们需要更早的安全保障。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人考虑朝鲜、芬兰或其他任何模式，也就是不考虑这个朝鲜模式了。那意思就是要认认真真的打个明白，分个高低。没想到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啊，居然这么强硬啊，他居然号召打到莫斯科去，虽然有点这个不可思议显得，但是有这个决心。从目前看，乌克兰还是强硬派、反战派，就是这个抵抗派、反抗侵略派占上风、占主流。这也是为什么几个月以前，普京还有特朗普他们联手想把泽连斯基给搞下去，放出各种风，又是让这个扎卢日内上台，又是扶持别人，就是想把泽连斯基搞下去。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不了了之呢？我估计是特朗普和普京他们也发现了，你把泽连斯基搞下去了，你换一个人上来，那个人说不定比泽连斯基还要强硬，更难打交道。泽连斯基经过这3年半，他已经变得更加灵活了。你要换一个扎卢日内上来，那说不定扎卢日内更加强硬。你看看这个前总统尤先科更强硬。所以说我估计这特朗普和普京两人一看，目前乌克兰国内泽连斯基恐怕还是比较这个理性的。我看有媒体报道，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他说59%的乌克兰人仍然信任泽连斯基。乌克兰的总参谋部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乌克兰的几大战区的战士联合声明，如果泽连斯基在别国这个强迫之下签订这个领土换和平，那么他们要战斗到底，他们不能承认泽连斯基签的这个领土换和平的协议，也就是更加强硬。那普京为什么不能停火？也就是普京为什么一直停不下来？恐怕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他是没有办法向俄罗斯人交代，战打了3年半，死了这么多人，对吧？伤亡110万，花了这么多钱，俄罗斯国内这么多炼油厂被炸，他图了什么？他取得了什么成果？他没有办法向俄罗斯人交代。或许普京开动他的宣传机器，毕竟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啊，把黑的能说成白的，白的能说成黑的，五夫一娃都有这样的本领，开足他的宣传机器。不行，像胡锡进老师取经，说不定俄罗斯人也能被蒙蔽过去。反正就是俄罗斯赢麻了，俄罗斯又赢了，北约尿了，特朗普尿了，就完了。但是俄罗斯国内经济恐怕靠宣传不够。首先是这几百万的退伍军人，你要安置，你还得给他们好的岗位，给他们更好的待遇。毕竟他们是在前线，是吧？提着脑袋玩命玩出来的。这第二个，这些人他们也成为俄罗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因素。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很难说全部取消，俄罗斯也很难说再全面融入这个欧洲，这样俄罗斯的经济也很难恢复。而乌克兰加入欧盟以后，恐怕时间不长，有个8年的经济就恢复的非常不错，一个全新的乌克兰出来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时候俄罗斯人再看看乌克兰，他们还能相信俄罗斯的宣传机器的宣传吗？最后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俄罗斯远离了世界潮流，被世界潮流不知道扔哪儿去了，连印度、连越南、连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在玩命的搞人工智能、搞芯片，那俄罗斯还在搞他的傻大黑粗的那些军工，还只能开采石油，还只能卖原料，最后沦落为原材料输出国。由原本的世界第2强国、军事强国，原来苏联在全世界那美苏争霸舞台的中心，经过普京这22年不懈的努力，终于滑落到了舞台的边缘，这个舞台下面去了，变成了世界的边角料。所以说，在普京带领下的俄罗斯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或许分裂成很多个小俄罗斯是最好的归宿。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